那爾那西事件終於迎嚟官方調查結果，一紙通報雖然否認咗網上傳得沸沸揚揚嘅高考179分傳聞，但對佢涉嫌造假報考資料、以內蒙古戶籍參加高考、畢業後未履行定向培養協議等行為，官方已經實錘確認。隨住調查結論出爐，呢位曾經被捧上天嘅新晉花木蘭，而家正逐步走向全面崩盤，形象跌落谷底。消息一出，唔少品牌第一時間就割席，有啲官博甚至直接刪除所有相關合作物料，更有品牌喺實體店出手，唔止係切割，簡直係清場。有網民拍到一間高端時尚品牌已經派人將佢原本喺門市展示嘅大型海報落架，一邊係工作人員忙住換畫面，一邊係圍觀市民拍照討論，畫面頗具諷刺意味。曾經萬眾矚目，今日卻淪為避之則吉嘅形象代表。今次事件唔止衝擊咗佢自己嘅事業，更波及到唔少圈內人，當中影響最大嘅莫過於吳京。吳京主投兼監製嘅電影《飆人》早前才低調完成殺青，原本打算主打動作同民族英雄情懷，打造一位有如女版花木蘭般嘅女性主角，結果竟然選咗那爾那西做女主角。據悉，佢喺片中戲份極重，幾乎貫穿全片，角色設定亦係為佢度身訂造。本來吳京一向以眼光毒辣、選角準確聞名，戰狼系列成功打造咗一個現象級品牌，但今次飆人可能會成為佢職業生涯中最大嘅一次滑鐵盧。有內部人透露，劇組目前仍然未定案點樣處理那爾那西嘅戲份，因為一旦換角，唔只係重新補拍咁簡單，涉及成本、時間，甚至宣傳策略都要全面推倒重來。而電影成本本身就唔細，要咁樣推翻重拍，對投資方嚟講係一場災難。有眼尖網民發現，部分平台上飆人演員表已經唔再顯示那爾那西嘅名字，以為劇組已經開始做切割，但片方好快就闢謠，話名單變更並唔係官方行為，可能係被人改咗。呢種剪唔斷理還亂嘅狀況，反而加深咗觀眾對電影命運嘅擔憂。唔少人留言要求吳京盡快作出決定，否則飆人恐怕未上映已經死在起跑線。除咗吳京，另一位被連累嘅係宋西。6月初時，那爾那西參加咗一場知名時尚雜誌主辦嘅盛典，宋西同場出席。雜誌方發咗段花絮短片，入面可以見到佢哋有啲互動，包括微笑、眼神交流、簡單對話等。結果就被部分網民用放大鏡檢視，質疑宋西係咪同那爾那西私交甚篤。有人留言話：原來你哋係閨蜜？點解會企埋一齊燒？咁樣嘅留言滿天飛。當然，亦有理性嘅聲音認為，兩個藝人同場活動，有啲基本禮貌互動實屬正常，而且喺事件未爆之前，邊個會知佢會出事？批評宋西根本無道理，甚至有點借題發揮。但係就喺有啲人因為呢件事而處於風眼之中時，亦有人因此意外翻紅。當中最具代表性嘅，莫過於于適。原來早喺《封神2》拍攝期間，那爾那西曾經背刺于適，喺網上暗暗點讚一啲黑評佢嘅貼文，甚至有傳言話製作方有意喺第二部削弱于適嘅主角地位，反而重點包裝那爾那西為大女主，借佢嘅熱度炒話題。但人算不如天算，那爾那西一夜之間塌房，觀眾反而開始同情起當時默默無聲嘅于適。佢過去受過嘅委屈，今日終於喺輿論場上得到回報。粉絲留言話：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原來佢唔係唔夠努力，只係太過低調。回頭再睇那爾那西嘅演藝路，幾乎係一路綠燈。初出道就搭上《封神》呢艘大船，再加上長相有壯臉劉亦菲之說，加持一身古裝扮相，被各路資源捧上天。短短幾年間，接拍多部大製作，仲攞到國際一線奢侈品牌代言，一度被視為娛樂圈最穩女頂。不過，就係呢種太順嘅成長軌跡，令佢冇經歷過真正嘅挫折，面對突如其來嘅風暴時顯得特別脆。6月21號，
內蒙古官方正式發布咗一份關於那爾那西事件嘅通報，多家媒體迅速報道，引爆咗網絡熱議。通報內容一出，唔少網民直言，比起傳聞更震撼，原來網傳嘅高考179分係誤實。不過真正嘅問題遠比分數更加嚴重，佢涉嫌偽造高考報名材料。通報披露，那爾那西原本嘅戶籍喺呼和浩特市，喺12歲嗰陣隨父親將戶口遷出內蒙古，之後長期喺北京生活同讀書。但係為咗符合內蒙古自治區普通高校招生規定，佢竟然喺高考前又將戶口遷返呼市，並以呼和浩特市第8中學應屆畢業生名義參加高考。問題係佢喺嗰間學校根本冇學籍，亦都冇實際就讀經歷。簡單講，佢個人實際一直都喺北京讀書，最後卻以內蒙古考生身份參加高考，享有地方錄取優惠政策。官方指出，佢呢個行為已經涉嫌提供虛假報名材料，構成高考舞弊。依家唔止係成績作廢，仲已經立案調查。除咗高考造假之外，更多內幕都逐漸浮面。以往網民盛傳佢得179分，高考造假入名校。而家根據官方數據顯示，佢實際上嘅文科分數係449分，專業課為87分。雖然唔係傳說中咁低分，但如果考返北京考生嘅標準，呢個成績未必足以入讀佢後來就讀嘅中國傳媒大學，更加唔可能入讀其指定為畢業後要履行委培協議嘅定向培養專業。委培生即係畢業後必須返原籍地或者相關機構履行一定年限嘅服務承諾。不過那爾那西喺畢業之後，無按照協議返內蒙古服務，反而以留學生身份去咗挪威。最戲劇性嘅係，據通報顯示，佢竟然係經由領導小組批准出國深造，返國後仲能夠直接留校任教。正常嚟臨，定向委培生違約，最少要面對違約賠償，甚至學籍追責。但喺佢身上，違約唔單止無受懲罰，仲升級成咗學校教職員。整件事實在太過離奇，背後到底有幾多隱藏利益同保護傘，成為咗公眾關注焦點。事件從高考作假進一步延伸成涉及多位教育系統人員嘅重大違紀事件。隨住調查逐步深入，社會對教育公平嘅質疑聲越嚟越大，而那爾那西作為事件主角，自然首當其衝。娛樂圈方面，佢亦幾乎已經全面凍結。唔少品牌急急割席，有啲高奢品牌甚至喺線下拆除咗佢代言嘅海報。網民拍到現場片段，睇到員工將佢嘅人像拆落嚟，一幕幕就好似睇緊真人版塌房現場。而最受衝擊嘅，莫過於佢參演嘅多部作品，當中《長安的荔枝》係近期熱播劇，為咗止損，片方竟然選擇超前點映方式，快速收尾，結局倉促。有觀眾直言，完全係為咗趕住下架，而原本備受期待嘅電影《標人》更加陷入兩難。作為片中主要演員之一，那爾那西喺戲中戲份極多，唔係路人甲級別，而係貫穿全片嘅女主。負責製作《標人》嘅吳京一向形象正面，電影質量保證，但今次睇嚟真係中咗招。有內部人士透露，劇組目前考慮使用 AI 換臉技術處理佢戲份，又或者乾脆重拍，但兩者都成本極高。前者雖然快，但觀感易出事；後者就唔止燒錢，時間更加要推遲成大半年。吳京嘅投資幾乎面臨血本無歸。除此之外，佢仲影響咗自己嘅蒙古老鄉導演烏爾善，佢執導嘅《封神三部曲》本來已經拍到第3部。《封神3》備受期待，奈何第2部期間，官方曾大力捧那爾那西，甚至一度將佢打造為女版姬發，仲用佢做宣傳焦點，原意係想令《封神2》提升關注度，但結果反而種下禍根。而家佢出事，片方面臨尷尬局面。《封神3》如果繼續保留佢角色，恐怕會引發輿論反彈，甚至被抵制，但如果要換角，勢必要進行重拍，連同烏爾善製作嘅《二人之下2》亦一樣，凡係有佢參演嘅作品，幾乎都要重新評估發佈風險，情況可謂牽一發動全身。